有什么改进，我们还能够稍微做一个简报一下啊，谢谢各位啊。你们是副组长副组长，你的部里的组长在座各位先生，大家晚安。各位晚安。今日过西公司定已经个一个方面，所以讲岁月不留人啊，那当然主要就是咱爱家己去把握机会啊，时间互伊走偌济，但是咱若讲控制袂着，其实咱的时间就无袂去啦，咱是安尼，因为时间咱无法度甲控制，主要就是靠这家己，把握这当下，咱就是每一个1分1秒会当来把握，安尼甲佫有关系，应该嘛是有关系啦那当然因为咱电视师甲咱主持这段当然距离中国应该讲起来，有困难就是讲，互咱伫训练内底要安怎会当达到菩提自性本具清净，恢复了解迄种清净而不干。所以讲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观。那么呢，这个起心即是观，静心在观中，淡正无三障，那么当然就是起心即是报，也就是比如说因也就是讲讲法甲无讲法，那么呢本来就是无，哪有讲法甲无讲法？当然呢世尊无因为伊来度化众生，因为伊有咧度化众生，伊只不过随顺因缘，我有迄个需要，兄弟姊妹有迄个需要，伊随着了伊的需要，伊是迄个法，伊毋是讲我咧度你，我真就是咧度你，还是我真就是咧讲经，我是咧讲啥？其实它不起一个念，即是应机啦。因为来到世间的当中，咱讲一句较会讲啥物拢无，敢爱食饭？凡所有上该是希望，敢爱食饭？就免食啊。因为来到现世，唯有就是讲有这个身躯了后咧，那当然唯有就是咱一定爱去面对。所以讲，凡所有上是咱生到死的作用，但是它不是存在的。嘛，就是讲叫咱莫去甲执着啦，敢是安尼？所以讲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用而不执，那么就是有说法，有说法甲无说法，那就是其次。若讲伫做来讲起来，当然为什么伫道场上咱讲是无为可为，做得就好。其实讲起来，咱就是种表演，拢是表演。咱做咧做，做咧足客气，嘛应去甲伊执着，我能无所佛法。你就是应对啊，咱袂当讲无做啊。但是因为应机而说，应这个机的当中有迄个需要，你必定爱应机，无你要安尼度化。敢是安尼？我巴肚枵，要安怎？因为迄个凡所有相拢是无的，食这饭嘛是无的，毋免食，敢爱食？爱食。但是你莫甲执着，你不用去执着我迄个我要来食饭，我今仔食迄个饭，够好食的，煮了够好，有够香，我咧食足济，食甲安怎拄安怎？不用，你就应机。所以讲你煮好甲歹，食就无带来嘛，但是，因为你就是咧应下了讲我就到下三顿，透早起应该食早顿，中昼一定爱食午餐，营养时一定爱食暗顿。只是
应伊的身躯的生理需要，啊，你就是比如这个细奶当存，哦，啊，你时间到做一年食，啊，一食咧，哦，啊，反正就无代志。敢搁咧食饭，你敢搁会想讲搁咧食饭的代志？啊，若搁咧想咧食饭，安尼就做麻烦。安尼种起心即事化啦，吼，啊，食就会啊，啊，敢有食？有食，但是不用去做。你会当26时中，你就自然而然就是清净和无碍嘛，对不对？啊，或许想，这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啊。啊，你讲我不要去执着一切。哦，咱讲有讲困有咧讲因，就是讲报因以不起一念，迄是咱个强调，不讲因是在道理，但是不伊无感觉伊讲因是在道理。哦，啊，伊敢有做，伊是随顺因缘，随顺因缘为其了都无所谓讲经说法。那么呢，等于26时中，它都是永远都是幽闷的心，都是保存那一种清净。因为起心即事化，起心即事化，所以虽然有安尼做，但是它不起一念，啊，不起一念。那么呢，第二个哦，那么这个咱这份内底为什么？哦，咱爱恢复了解这种的命，因为静心在妄中。你要找到你本来迄个静心，唯有就是在妄中，你才可以找得到。讲你讲听，哦，也就是讲哦，人讲哦，气鼻气感冒病，你讲足简单啦，爱你当着咱知，可是哦，所以讲静心在妄中，就是在是非里面，你都能够不起一念，安尼那是真正静心伫妄中。啊，所以讲这静心是伫这个大考验的内底，你能够如那是你的静心。安尼敢是伫在这个是非里面，你别去有这是非甲你加入了这个漩涡里面，你当会当得到迄个静，敢是？啊，若无讲会无发生代志，我批评做好。啊，你敢是真正批评做好？没有呢。等爱讲你有进来，你不起一念，你不动一怒，安尼当中呢，那是真正啊，迄个静心伫妄中内底嘛。哦，啊，所以讲呢，哦，主要两个要安怎讲伫这现象界内底，哦啊，要安怎保有本来那种清净菩提的心，因为好像即个去泰国的其实无做个啥物代志啦，当然会当叫浅显因为去到遐做者浅显，单位拢大家咧做嘛所以或是去到清迈呢，会开车嘛有开车啦，拢自己营运因为伊个无共运，或是又没有国际驾照嘛所以讲咧开车，尤其是去到云梦爱走差不多6点钟一山啦，就遐尼开我其实就讲开一个也是可以体验一下，但是然后若出锤我们又没有驾照就升级营运就这样自己来单挑当然因为开车尔去所有烦恼。因为或许还是不熟，环境不熟，人不熟啦，什么代志就是拢安尼去处理，我算讲这几个月啦，所以讲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啦，也非常的赞叹咱春季连任当然一个台湾的奋斗啦去到遐会当挑战一切其实是不简单讲起来很简单那么以道夫来讲起来嘛，会使讲是真快，道清讲起来真济所以或许嘛会敢若肯定的就是讲这当然伫遐有了这道夫呢，相对的就是讲咱伫遐10几天会当真正付出虽然这个以道夫来讲起来是讲大家一起来是没有错。当究竟有故伊伫迄个所在呢，会当来达到一切相对呢，会使讲是不简单搁加上
即个去甲基础做吼，有两个健身设计，其中一个是咱伫迄个看图的时，有一个本的蔡永文师，伊嘛是恶性肿瘤化疗嘛，伊讲我规身躯拢化疗到都害去了但是他真的是让或许非常的赞叹，他那一种精神，伊个喙齿也会使伤紧，要我变成，伊化疗到这种的程度，身体真的是挺不好伊去柬埔寨，伊去柬埔寨伊开发可能3工有外款所以讲交代伊两个年轻人夫妻档，真的是不简单。去机场咧食去柬埔寨开发得到这只少年的其实嘛是伊遐开发啦。就是讲道路咧已经到某种成熟度，已经有可能得金嘛所以蔡连伦斯交代他们转移阵地。所以伫道场咧，就是拢会培养迄种啥咧前锋，甲过分，他们会这样子，过分的过分，开发呢，他们就会去。所以这少年人，我讲你我大人安尼做好，就是咱不简单两个就是夫妻所以讲伊要转战，去曼谷去清迈甲清安，就是咧，他们还是以教育甲中文为主，所以柬埔寨呢，嘛是相向以教育为主来开始会当交流遐个来接洽来对话所以这个是大概他们决定了，如果说最后决定不行的事情，你感觉讲不错迄个若有是年度，伊是算是去看过，感觉讲安尼伫清迈就是不错的，所以讲咧，迄段时间咧，咱主持人会使拢是真辛苦去大赛事比赛，当然嘛是爱拄好有请一寡前去，咱厝无到请几个出在地去看所在，尾仔去在地清迈大学，去了解内底，佮甲因杂开会的学校的外口，因要租的就是8000到10000，但是去看看因门票是30000到38000，所以讲伊是讲每到也是大概了解一下，因为迄个地段拢是精华地段。因为伫阮看了迄等来时，就有经过那个太平佛院的是迄个冲突，伊开发了怎么样？那冷清伊一个是这个，伊多2天就好。因一个地方是现啥，或者现在忘记了，是咱台湾产出产出讲起来呢，他们真的也蛮不错的，体育感官嘛是爱看钱的。规讲一下，袂数了，佮因做一尊观世音菩萨，因遐就是讲，拢会用一寡迄个小花啦，会加一寡花啦，还是迄个会当来去建迄个观世音菩萨安尼个样子。伊一个月讲爱30万个台币，因伊遐住毋是住几个月啊，一个月1000。所以咧开支讲会30万，到摆趁钱，伊毋是讲靠单位，从个等5000块来，一个月5000块，你打开落来是一个月5000块，有法度这个代志，真的是所以讲咧，以太阳国院来讲，他们也开发不错的，我去刚去里面真的就是修道人，看的就是让或许蛮感动的。因为第一天去，因地就是算规工安尼操办的，迄段时间可能有会活，或者是喙齿咧休息，所以阮第一天去，就甲伊了解第二天拢第二天我
啊第二天才去去，所以讲咧，会使讲是孙继林跟他也蛮辛苦的啦，那么加上伫后壁拄好拜五到开始咧，拜六礼拜2天的迄种活动青少年班啊，因到咧拜五日到就拢陆续就拢人来，人来的时阵，即届拄好有咱义兵要挂迄个，乌文啊也要开书团的那么跟那一些年轻人已经结缘结缘的时阵，伊这年轻人就4位即届来或许没有去诉求啦，是重要的关系，互较礼数这要坐去到清迈，惊会坐北部去所以干脆就唔茫去诉求，直接去清迈。迄台车就直接飞去到袂去曼谷，直接飞去到清迈，安尼较方便去啦。所以讲因去的时阵，我最后较紧听着讲，即14个要去，咱即个是邀请伊要来做人才，甲咱斗带动因迄社会经营足好诶，伊有成立伫校外内底成立一个社团，即个社团就是用做志工，伊拢要做志工诶因已经是无够，就是来做迄个街头艺人，唱歌、弹琴，还是表演都是安尼。你政绩敢是安尼？所以讲咧，有即种诶善心咧，当然会当调到结合，可能会来不错甲最后或许咱想讲，安尼要来应该是咱来请啥物济，歹势，因家己佫有募款咧，因为伫遐来到遮，敢若讲是2万爱偌济嘛，因敢若是安尼家己去筹备款项，交咱团队做伙停落来开。本来正常的，你请人来讲，免请咁济，但是是你毋是道中的人呢，你甲看伊嘛是阮安尼情形会当出偌济，阮嘛出得来就请出来，安尼。所以讲咧，他们在带动的能力也不错，做活款，带动到较欢喜的，当然咧。是因为连任的，拄好伫拜六日因活动了的时阵，安尼我咱大家看看因因妈妈帮伊做生意，第1届做生意，伊过去讲当然做生意，无做生意的，拢去伊个故事，我听者。咱遮毋是，咱遮若有做生意的带来看咱吃吃喝喝安尼我听着讲伊种个毋捌做生意。若做生意就是交伊妈去公司，因为泰国人拢是安尼，拢是安尼迄届拄好因为拄好拜六，拄好会生意，伊妈妈有布置一个会场，我知影是让咱意外惊喜的感动，甲伊妈，伊阿嬷嘛去，开落去，会很感动，所以讲妈妈会用心，甲伊来讲。当然因兜3代，迄讲咧很不一样其实也蛮花心因因妈妈讲本来是食到47岁，因为伊拄好47岁的时阵发生伊的车祸，那个也就是知道发生迄个车祸也是阮个人的原因，毋知影讲佫有后来讲过去就有迄个回想甲讲。即世人是食了47，所以讲起来，伊应该是一个大条会当化成回忆，因为咱道场底下咧，因度化的人也多，差不多啦，清迈多的，差不多因去考察对啦伊落成的时阵咧，因妈妈就读到迄届后壁是个入戏啦，迄身体拢已经教会啦所以讲起来会使讲。大事化小，小事化大。就是讲愿力一定要在内部自己，这句话就好了。那么呢，迄
所以青少年就是讲在别人带动的别人带动的呢伊嘛真有心后来呢一直或许不断的去听到的当然呢迄个因开会了，讲叫无法看林明远讲叫无法爱甲因感谢一下啦，因为第一届来得咱即届顺序到请伊来嘛，叫无法感谢一下，甲伊鼓励一下，或许你感觉讲挺赞叹的，对因你讲他们在学校的社团，他们做的那一种做自构的那种义气迄种的心一定袂歹，佮加上迄个一个前导指挥的帅哥，以前迄个老天安尼带动安尼，会使讲少年的拢足激烈啦，拢足激烈到迄因有当时结果讲头筋揪紧，他就躺在那里后来还好啦，后来伊讲走去找无法，所以伊讲袂晓按摩，我想讲来按摩的时阵，伊讲啥物人你拍你讲歹势，我有就对啦，安尼看你去用薪水来甲，伊我讲去找伊，都袂晓念就安尼去找伊，或许嘛是甲因赞叹的是讲你甲看讲伊咧去主持即个帅哥伊安尼不秀的讲会当带动一群的年轻人，他虽然身体受伤，但是伊没有被打倒，没有这个燃点甲伊燃出，这就是菩萨那一种精神嘛甲伊问讲到底这个这样子的意义，或许大概也有跟他谈到孝道，少年嘛讲孝道是比较好了，即使他们都很赞叹甲了礼拜了，或者说是二文化迄个后壁遐，迄个楼骹甲楼顶迄个空间，都等咧带因去佚佗，因看到伊就讲注意一下，好命注意一下，去谈过，伊赶紧甲因号召来，赶紧要出去号召来，或许就来这一个感动，或许最想知道的就是他们这一组人的心得心得呢，当然有一个小姐她说她这次来感觉非常的好因为她是第一次遇到这一种团体，这种团体你讲设计看有意义的，那么呢有没有那一种价值？他都肯定的，尤其早上或者以前孝道，孝道呢来对好所以讲他也被感动，真的这个团体，所以或许讲一言没办，起码都等要在号召更多的人，能够来做志工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得到这一种这种殊胜的好处，因为你把这个力量呢能够做大，有一个人做大能够做很多，所以或许呢，感觉讲爱田经营，或许看到你的心得到底因来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你请来甲人带动，结果咱嘛带动，但是安尼，他们感受不错了。感到道场所做的一切真的是挺有意义的，非常实际。所以讲呢，为了传承，所以这个或许到第二天，咱们本来伫车顶听因14个去佚佗伊无食饭就出去结果传要去食饭，有人他们唔食，要倒来就食素食。安尼敢有差？有差啦当然就是讲后来咱会当继续不断的那一种热度，会搁有当然。
不知道啦。啊，上盖的就是讲，虽然伊来两单话，他有这种体悟，这个就很难得的嘛。但是安尼，一个毋捌接触的人呢，嘛应该敢毋捌听到道理嘛，嘛是道理嘛，啊，所以讲我已经接触到这道场这种书生甲道场的东西，啊，所以讲，咱来平等，所以咱嘛是去努力去做。啊，所以讲，其实咱未来读书本来是靠这个，有意义是啥那是那个是没有关系啦，当一代传一代，或者是那个历史地方的讲，因真家己讲几十年出来，研究有可能几个嘛，那个就是其次。上届的是讲会当有这种的感触，会当互这少年人当面讲这个道理，那么会当讲去互伊未来会当去咱泰国你这个火师团方面，是不是能够借着更能够发光发热？它是由道传一切其实都是利益众生的，当然咱是要安怎？较济人有机会会当真正，会当发热，会当创造双业，自己成就，兄弟姐妹也能成就，道场也是成就。三品嘛，嘛就是咱推动道路的伊这个宗旨，或许是来讲，因老师咱在台湾的少年了教育，教课了，这唯一袂讲因然后暑假的时候，大概是可以较有啦，或是听的可以有大概会去。看能不能找一两个，好来台湾认识，因为这边这可以让你结婚，是讲有意见，包括人伊迄个观念足好个迄个使用政府，无为虾米伊要来，要坐车来，伊就家己有咱去牵制，反是安尼，因为无我想的，爱车上车啊，个人迷茫，拢无咱开的人。新就历史出出来，会当了解到风水所以讲其实这个观念不错当然咱要去开发这个佛师团的，最少现在有3个，当然也蛮关心的，基本讲这个契机呢，底下可以爱辛苦，因去到讲哪一个？当然，人类是他也有他的打算伊在那个开发，有意就是鼓励他，需要个爱来投资，心里有一个，当然个动较辛苦，是做路真正坐车时代一个5、6点钟，比咱去到台湾3点外钟提个电车的，以上我是我有这个报告惭愧了替咱们这里兄弟代你家人才济济做那么多，所以谈的我也是也可以讲进来，上报告有机会还可以去那里走一走大家能够相互的交流上伊个像老师讲的也感受不可以，这个代志咱报告本来是礼拜本来采样机的功课所以这个代志很抱歉，就是因为计划跟不上变化本来就是这个4月3日那功课。因为咱老他有们采样机，伊甲我讲4月30号，伊甲我传来讲可以的伊我是讲4月30号，这天就3个月，伊
达成功可以的，啊可以，我是从可以好来吼，可以就可以嘛吼，我无这个同，我就这个确认吼，我这个确认，我爱就只是确认的吼，所以说兼这个啦，伊怎排这个问题那个，我排这题吼，伊本来。伊嘛讲，我4月到4月30，我因从头的人施工爱做，讲吼技术人才能会上来讲，但是因为咱往9月开始啊，以前往9月就是啊，9月就是要来啦，啊，咱这个300万块那个年份吼，年份的数量公告无赖吼，前面讲出来个。所以这些所在之前很抱歉的吼，因为我一礼拜前，因为我叫伊教出来联络，因为我是想这个稳当的，因厂这种来教的，才讲我欠这个时间啊，其实伊讲你若不是有确定，我这个办法会做，这个会做，这是好，来用到这些所在，好，谢谢各位，谢谢。你嚟前一班喺度。